各位大家好啊，歡迎大家，我係 Ken Sir 啊。現在咧同大家咧去分享翻啦，有62種思維咧係影響緊咧我哋人類嘅。咁今日同大家去講嘅思維係啲乜嘢咧？就係呢一個咧，稱之為叫做咧就寫因定律啊。呢個寫因定律咧，其實係出自於咧就美國咧一位咧喺麻省理工大學一位教授嘅。咁佢入面講及到咧，只要相信不疑咧，就必定咧能夠成功。可能有啲朋友聽落就係 Ken Sir 你講乜啊？又係嗰啲山是石頭，海是水啊？鬼唔知道有自信就可以成功咩？咁但係點樣可以做到有自信呢？其實自信點嚟呢？我都好想我自己做每件事都好有自信啊！但係咧，往往咧都有咧唔同咧，埋到牙去做嘢嘅時候咧，就有唔同嘅心理上面嘅反應。正常㗎，因為好簡單一樣嘢，人類咧係一種咧思想嘅動物，講就講係思想嘅動物啫，其實咧就感覺性咧就非常之重，因為咧當有少少危機啊，或者咧就係咧見到人哋咧就係做嘅效果不如意或者失敗嘅話咧，就會咧烙印咗自己咧就係呢一種嘅諗法咯。相反，久而久之咧，就將嗰個咧要做到嘅事情咧，就變相咗咧，就變成咗咧，就係一個咧，就係恐懼啦。人啊離唔開兩個動力嘅啫嘛，一個就係愛嘅力量，一個就係咧恐懼嘅力量。但係你愛嘅力量之中，你係帶住恐懼啊，定係帶住個信念咧？自卑嘅人咧，因為通常咧就係帶住嗰個恐懼信念嘅人咧，都我哋稱為咧就係叫做咧叫自卑。自卑嘅人係人生嘅大敵咯。其實咧一份自卑即係不相信嘅話咧，其實咧就會障礙咗你，無論你有幾有才能啊，有幾多聰明才智啊，你都發揮唔到啊。因為咧你覺得你已經係內在對話咧，同自己咧就講咗自己唔得啊。即係嗰種咧就係恐懼嘅力量咧就籠罩住你咯。所以咧，如果你人生係要追求成功嘅話咧，必定要克服自卑，或者克服一啲咧就係恐懼咧對你嘅影響咯。咁啲人都通常咧都會大部分咧都會咧揾一種安全嘅諗法，或者咧就係咧我哋受到嘅教育上面嘅限制性都講啦。人人都係咁樣做安全啊嘛，生存到啊嘛。咁但係咧，你又留意翻啦。咁對於你嘅成功又關啲咩事咧？你要記住啊！如果你順利嘅成功嘅，就只係咧每個月啦，以香港計算賺緊啦嗰15,000至2萬蚊收入嘅話，呢一個係非常之安全，亦都咧正常嚟講啦，讀完書嘅朋友啊，做翻有幾年5至10年工作嘅朋友都可以攞到嘅收入。咁人人都係攞到呢個收入，當然你好安全地、好自信地咧，可以攞到呢個收入。咁又如何啫？咁你人生係咪追求啊？如果用咧金錢呢個數目嚟去定義嘅話，金錢只不過係一個咧喺工作上面證明你嘅能力嘅標準啫嘛。咁但係你相信自己係啲乜嘢嘅層次呢？當然，如果咧你覺得一樣嘢，我好想咧就係咧追求嘅成功咧，就並不是咧就係呢個呢10零廿 K 嘅收入嘅話，或者係咧一般啦，普普通通啦，就平民百姓人做，我做游水跑步，我可以完成到某一啲嘢，咁但係嗰啲係個個都可以完成到嘅層次，咁呢一個係你要嘅嘢咩？呢個係你人生想追求嘅嘢咩？如果咧你覺得咧我已經妥協咗㗎啦，我已經係一條死魚㗎啦，我唔想咧去咁危險啊，去挑戰咁多嘅話咧，咁唔好意思啦，咁我諗呢一個 video 咧或者呢個 podcast 咧係唔適合你咯。邀請你繼續咧，好慢慢去享受翻咧，你認為咧你自己咧合適你嘅生活咯。我呢個 podcast 咧就最大嘅目的咧，或者我呢一個啦，同你哋分享緊呢一個內容咧，就最想幫到嗰啲就係咧人生真係想追求咧有一個更高嘅層次，並非咧就人做我做嗰啲咧平民百姓嘅普通諗法咯。因為好簡單一樣嘢，Ken Sir都唔覺得自己係平民百姓，而咧我會覺得我自己係咩？我係一個創造者咯。我會創造一啲咧人哋咧從來冇講過嘅説話，或者咁講啦，我創造啦一個啦就係啦一種諗法咯，一種突破性咯。再加上咧好坦白咁講，你聽就聽，唔聽咪算咯。我呢一
個 channel 最大嘅目的係想將成功嘅平民化。我睇到有邊啲內容呢可以幫到人嘅，咁我就喺呢度去分享咯。邊啲內容呢係可以咧令到每一個人呢都可以突破性咁去提升。嗱，聽清楚係突破性嘅提升啊，並唔係咧就點樣咧係做一個平民百姓啊，做一個啦職場上面嘅生還者啊。並不是咧一個創造者，你要記住啊！你係喺度等人俾救生圈你啊，定係咧你去俾救生圈人啊？明唔明白啊？你掟嗰個水泡出去，你係用嚟救人啦，定係等緊人哋俾個水泡去救你呢？如果你乜嘢咧都係啦，跟隨咧就係呢一個啦，人做我做啦，跟隨呢個大隊嚟行嘅話，你同等人哋咧俾一個水泡，你有啲咩分別啫？有啲乜嘢嘅屬於你係創造性咧？世界上面咧所有咧擁有創造性嘅人咧，佢第一件事佢唔係見到個結果啊，佢所有嘅結果係未出現嘅，因為你根本呢個世界都冇人做過呢一件事，所以個結果根本就係冇出現。而咧佢係咧相信自己咧係可以創造到一個結果出嚟，去創造到一啲效果，或者創造到對人類有啲乜嘢嘅貢獻而走到出嚟咯。明白嗎？好簡單一樣嘢啊！有一個咧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嘅平台啊，呢一個咧互聯網上面好出色嘅平台就叫 Yahoo.com 啦。咁我都係用戶之一啦，你係咪咧？咁 Yahoo.com 嘅始創人咧就係咧有兩位，一位咧就係呢一個啦楊致遠啦，另外一位就係呢個孫正義啊嘛。而咧佢亦都佢入面講過啊嘛，只要你有呢個 idea 嘅，你就勇於去發揮嘅，就可以咧變成事實啊嘛。咁事實上佢哋都係透過呢一種諗法咧而創造咗咧就係呢個 Yahoo.com 出嚟啦。全世界有邊一個人係唔識啊？你唔用都冇，都一定係認識呢一個啦，亦都係咧就最大嘅平台咯。咁另外咧就係再加上咧就係咧，其實咧你留意翻咧，我哋每一個人咧，其實嗰個自信同自卑咧就只係一線之差嘅。你信自己做到，咁咪信咯。好簡單一樣嘢 Ken Sir 係一個好叫做好普通，即係我覺得又唔係咩咁大件事，但係咧。我亦都因為呢一樣嘢咧，就係咧叫逃過一劫。咁大家都知啦，2019年啦，至到2023啦，係啦，冇講錯啊！呢段時間我哋全世界嘅人類經歷緊啲乜嘢啊？經歷緊就係呢個 COVID-19 啊嘛，呢個皇冠肺病啊嘛。咁而咧 Ken Sir 咧由咧第一日認識同埋認知咧，去到完結咧，我哋兩夫妻啊 Ken Sir 同埋 Ken 嫂啊，我哋兩個啊都有一個共通嘅諗法，我哋係絕對唔會咧感染到嘅。我好相信我自己咧係一個啦完完全全嘅生還者，完完全全係唔會受到呢個病毒上面嘅影響嘅。喺我哋身體上面，咁當然生意上面梗係受到影響啦。咁但係我想講翻就係喺我哋身體咧，甚至乎我哋身邊嘅人啦，輪流咁去中講咩咧？輪流咁去中招都好啦。喺我哋兩夫妻入面呢個信念咧係會覺得一樣嘢，我哋係絕對冇問題。我哋咧相信我哋自己咧嘅身體，我哋相信咧所有呢啲咧都會咧離我哋咧3尺之外咧就會彈開嘅。亦都事實證明咗咧，我喺成個過程入面，咁當然啦，如果你唔戴口罩咧就非常之恐怖啊，再加埋犯法啊。但係咧喺戴呢個口罩嘅過程入面咧，我哋都係咧令到大家安心。但係最重要嘅地方咧，我哋係相信咯。同埋咧好得意嘅 Ken Sir 自己咧分享翻我自己嘅體驗同埋經驗啊。冇錯啊，呢啲係山是石頭，海是水啊。咁但係咧你唔夠膽咧衝出嚟咧去做第一個人，或者你第一個達到嘅話，邊一個人去證明呢件事情係得咧？明唔明白啊？咁而咧 Ken Sir 亦都係咧好多咧我個人生嘅過往嘅往績啦，無論我讀任何個課程啦，或者咧喺任何咧商業上面嘅業績啊，又或者咧喺一班人之中咧冇人信而我堅持自己去行出嚟咧，而製造一啲結果咧，呢啲結果亦都係咧，起碼一樣嘢係前無古人先啦。好簡單地啫嘛，全世界第一個咧行出嚟咧講呢個電話號碼數字，唔好誤會，我只不過係講自己嘅往績啫。
咁而咧，我教電話號碼數字咧，係全世界係第一個人，我亦都好相信呢一樣嘢係絕對幫到人。咁已經事實係證明咗啦，因為咧現在咧香港啊或者好多地方嘅電話號碼數字都會咧依據翻咧 Ken Sir 嗰種能量上面嗰種掌握同埋信念咧，而撥咗一個系列咧，就稱之為咧叫做能量系列咧，就完完全全咧係 Ken Sir 自己咧去創造出嚟咯，明白嗎？啱啱轉頭講翻啦，其實咧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你有冇去肯定自己啫嘛。如果樣樣嘢都要咧等人哋咧去發掘咗，或者等人哋俾個救生圈你，或者人哋咧講句難聽啲就手指罅去漏啲回報或者一啲咧你想要嘅嘢出嚟嘅話，咁你咪又係等事情發生。你何嚟有自信呢？你咪又係自卑一樣嘢就係咩？就係有錢人同我係冇關係嘅，我係做唔到有錢人嘅。又或者咧成就咧對於我係好陌生嘅，只有咧係某啲人咧有一啲天生嘅條件咧，先至可以咧做到咧某一啲叫做成效嘅嘢咯。要戰勝自己嘅自卑咧，就要咧好正確地咧就係真係認識你自己。人咧即係各有長短一把尺睇下你點比較咯，都會有長有短噶嘛。咁所以咧，每個人咧都有自己嗰個長處同短處。咁你有冇清楚到咧點樣去發揮你自己嘅長處咧？長唔長處其實就係冇乜所謂嘅，因為點解？所有你自己凡事未易之前都係難噶啦。凡事你未做到之前都係咧一個咧就想像嘅啫嘛。你諗下一樣嘢，如果你咧想像自己呢件事可以成功嘅話，咁你成功嘅機會，你點都會高過啲從來諗都冇諗過嘅人啦。Ken Sir咧好多年前咧就透過一個前輩講一個好簡單嘅比喻，呢個比喻就係咧你諗都冇諗過咧自己會買一隻遊艇嘅話咧，你估你買到有一隻遊艇嘅機會咧會有幾多咧？如果你諗都冇諗過咧，娶一個非洲黑人嘅女人咧做你老婆嘅話咧，或者揀一個非洲黑人咧就做你老公嘅話咧，你會唔會有朝一日瞓醒突然之間你嘅床邊你嘅枕頭隔離你個伴侶會係一個非洲黑人啊？咁所以咧第一件事咧你要有自信嘅，第一件事你要有諗過嗰個結果咯。如果你諗都冇諗過嗰個結果嘅話，咁何來會有機會去發生同埋發揮呢？有幾樣嘢咧都要同大家咧去講翻嘅。你真真正正咧第一樣嘢咧，你有冇真真正正咧去評價自己咧？呢個世界咧，如果你話真係講長與短嘅，你所有你未做到嘅嘢都係短處噶啦。但係咧，你有冇評價到自己嗰份堅持同埋嗰份信念咧？好得意嘅，真人真事。Ken Sir 咧以前咧就有個學生，咁呢個學生咧就咧同我講佢嚟緊咧會咧辭咗份工噶啦，唔做呢個製衣嘅 merchandiser 噶啦，咁咧就會咧轉做咧就呢一個銷售嘅行業。咁佢就走去同我分享嚟緊會有呢個計劃咁樣，咁我就去反問翻佢一句啦。咁你有冇擔心過？我好挑戰性，都好挑人性。你有冇擔心過自己咧？你轉咗呢個銷售行業嘅話，你揾唔到食咧？有冇諗過咧？就係做唔到嘅效果，結果會係點咧？咁當時咧佢隻眼神啦，同埋佢語調咧就非常之自信咧，話俾我聽，我覺得我得咯，我覺得我做到咯。咁好老實咁講，呢個係多年前嘅 Ken Sir，當時我亦都唔夠啦一個叫做咧人生嘅經驗啦，去 coach 佢啊。咁結果咧就係咧佢做咗半年，消耗咗一啲金錢啦。咁當然啦，就係又做唔到單啦，一張銷售嘅單都做唔到啊。因為咧原來咧，我發覺到一樣嘢好簡單地咧，就係咧我冇去咧再追問佢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啊。你覺得咧呢一門咧你自己要做呢個銷售你自己你有信心去做到啊？咁你嘅信心從何而來呢？你會睇到個影像，睇到自己嘅成功係啲乜嘢呢？但係咧佢會咧又唔話冇呢一個影像，但係咧好多時就係咧經歷過一次兩次嘅失敗之後咧，跟住咧就慢慢咧就越嚟越欠缺咗信心。後尾時候去講翻嘅話，甚至乎咧唔單止咧就消耗咗佢嘅金錢，亦都爭落咗人哋咧唔同一嘅叫做債務上面咯。所以咧，你有冇認認真真每一次咧，你自己咧
去咧由呢個啦自信啦同呢個自卑啊，其實我哋嘅人生成唔成功，永遠咧都係咧喺度兩陣對壘嘅，就係自信同自卑啦，兩個喺度咧隻抽緊啊！呢種隻抽嘅話咧，邊個抽贏㗎咋？每一次咧，你有呢一個啦自卑嘅諗法嘅時候，你有冇用自信咧去抽贏佢啊？抽贏呢一個自卑嘅自信咧，一定離唔開咧你自己對自己嘅內在對話。唔知大家咧嗱，香港人啊或者亞洲人咧都可能睇過套戲咧，就叫做《賭神》啦。記唔記得咧喺戲入面咧嗱，雖然做戲咁做，但係都好值得大家去參考。有冇留意翻咧？喺賭神入面咧，佢跌親個腦咧，忘記咗自己係賭神嘅時候咧，當佢咧叫做面對啲啤牌嘅時候咧，跟住就好肯定喺不停咁自己講：我係賭神，我係賭神，我係賭神。潛移默化去催眠自己，結果佢就使到一副靚牌咁啊！當然贏咗個賭局啦。但係佢嘅智商係未開翻嘅喎，都仲係撞親個腦嗰啲特質喎。所以你有冇咧去肯定自己咧？有冇喺自我對話去肯定自己咧？同埋咧，好實際地，你嗰樣做嘅期望或者嗰個結果唔係你嘅強項嘅話，你有冇去鍛鍊自己咧？有冇不停每日去鍛鍊咧？所謂咧就係一個Ken Sir好中意講一句説話，就係叫做咧就係神通咧就不敵勤力嘅。你就算啊神仙曉變啊，神仙俾法力你啊，俾個魔術你啊，你都敵唔過兩個字就叫做勤力啊。天下武功就唯快不破啊！但係咧 Ken Sir 嘅意見咧就係咧唯勤就不絕啊。只要你夠勤力咧，就唔會斷呢一個後路，亦都唔會斷咗呢一個機會咯。你有冇啦？唯快不破。當然啦，你諗到個 idea 係你諗到嘅，咁你有冇盡快去實踐呢？呢個就真係唯快不破唯勤就不絕，好簡單啫嘛！呢樣嘢，你哋有機會睇翻 Ken Sir 去拍片啊，拍呢個自然媒體啊，喺 YouTube 上面啊，喺5年前擺嘅第一套片同現在嘅片有啲咩分別啊？口齒嘅伶俐啦，説話嘅清晰啦，當然今時今日都仲有好多要進步啦，剪片啦，各方面啦，咁但係我正在夠勤力，一路做一路睇，一路做一路睇，咁所以即係都叫做咧脫穎而出啦，喺玄學界，喺呢一個叫做 YouTube 入面，亦都咧吸到咧有唔同嘅粉絲去 follow 住我啊！呢個世界所有嘢咧，都係講緊一樣嘢。你真係信自己做到嘅，你有冇勤力鍛鍊，同埋咧就係每日去令事情發生咧？呢一個podcast 咧就比較長氣咗啲。咁講埋呢一個 point 咧，咁係啦，同大家講埋呢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啦。好簡單地咧，你要記住一個啦重要嘅要訣咧，就係咧你係相信自己會做到。你先會有個結果去發生，唔係咧就係人人做到，你睇到個結果啦，呢個人做到啦，我又跟住做咧，我先至可以掌握到。如果咧個人咧都係等咧人哋做到，你先至去做嘅話咧，你嘅成就咧永遠大唔過咧第一個做到嘅人咯。明唔明白啊？再加上咧，就係咧，其實我哋所有咧都係咧透過大腦想像到成功嘅畫面，先至去做呢一個成功嘅畫面，先至屬於你。如果你冇去想像過，或者咧冇去諗過自己成功嘅畫面係點嘅話，咁你又何來有機會做到呢？正如我之前所講嘅一個比喻，你諗都冇諗過買一隻遊艇嘅話，你估你買到個遊艇嘅機會有幾多呢？可以嗎？咁大家如果有啲唔同嘅意見啊，或者唔同嘅諗法嘅話，都邀請你咧可以喺呢一個啦podcast 下面嘅留言咧，去同 Ken Sir 咧去分享翻。再次溫馨提示啦，我呢一度咧只係純粹將自己嘅諗法同睇法同大家去分享嘅，並冇任何嘅商業成分，亦都唔使擔心我會銷售你哋有啲乜嘢嘅課程啊，有啲乜嘢要參與成咁樣。最重要嘅地方咧就係咧，我好想每一個人都可以掌握到自己嘅人生，為自己嘅生命去創造到價值，同埋咧更加多人咧就係咧可以了解到自己，掌握到成功咯，可以嗎？下一個 podcast 再同大家講其他嘅內容啦，拜拜。